仔日公司有活动，就是去海墘去捡粪扫，捡的其实就会当转来，所以讲今仔日我真早就转来厝。我第一游览车公司有请游览车甲阮载。第一车顶呢，虽然我就是一个人较孤单，因为讲甲同事之间可能我嘛无做用心伫交陪，自然就是较无朋友。毋过嘛不要紧啊，就是一个人即马有手机仔嘛做路畅，就是甲同事有一个距离，有可能是进前啊，想要甲同事交陪，煞发现讲同事之间若要变面就是你若甲伊无说你得失着伊是会记牢牢，记足侪冬，而且看着你袂输看着鬼咧，可能反应足大，所以会变做讲，我想讲甲同事即个关系伤近、伤倚近这颠倒嘛有失甲惨就变做讲，因为第一公司变老鸟就颠倒较袂去交陪，较无用心伫人甲人之间的感情。而且我即马就是做用心伫学台语听台语，嘛讲台语你若讲甲同事，即个关系较好，可能别人嘛会互你一寡意见，讲你莫定定伫讲台语保底卡嘛会安尼。若会当接受的，我就加甲伊讲。虽然我讲无啥好，对方台语嘛无介好，毋过伊袂反对讲我甲伊讲台语安尼就是做好的循环。毋免讲毋茫讲找一个台语诚老的人甲我安尼对谈，无安尼可能无遐好康。可能台语愈好的人愈无法度听我即种大汉以后较伫学甲即个腔口无遐顺毋过我就是有勇气尽量讲。对我来讲，就是使用调整练习。别人安怎想就莫遐计较，就是莫计较今仔日我伫咧车顶，我就问读册会台文通讯的读册会妈问讲我其实敢若有问伊尔就是我有做一个甲我学着的台语的词新词拢放伫wiki 即个 wiki 当然嘛是我家己建立的，安尼较袂互人去讲你即个形式毋对爱安怎。家己处理的，就家己爱安怎，有啥物形式，要用啥物烂要放啥物资料拢做一致，而且做自由。而且我这嘛毋是讲想要出头就干若是讲甲一寡我想要做的笔记放伫顶头尔。安尼做感觉讲其实我嘛真有趣味就是讲若叫我去做一寡甲口语有关系讲甲足顺的，这我可能较无法度，因为无论我安怎讲甲即个我最近有一个社区大学，毋过伫线顶会当上课，线顶上课的社区大学叫台语的师资班。拄仔好内底同学台语的程度拢诚好，而且可能自细汉嘛有伫讲台语。我有发现讲，对我无论是安怎练甲因比起来都是有真差。可能老师嘛会甲因学落因知影的代志嘛会比我搁较济。毋过我嘛犹原莫计较，因为我若想要做一项代志，就是我会当做的，我的能力会当做，通好做，而且我莫甲人相争逐个拢去做共款的代志，就亲像讲
中文啊，逐个拢伫讲啊，无差你一个吼。啊，若讲台语吼，虽讲是讲诶人愈来愈少吼，逐个拢看无捌伫吼。啊，毋过就变做因为安尼吼，要伊诶人少，啊变做我会当做诶代志拢足珍贵诶。以早就会想讲啊，我哪会无法度去写即个写册啊，写小说，互逐家拢做时行，拢互逐家就是拢足佳雅诶，逐家拢想要看，小济仔会看。所以看到一寡韩国诶团体吼，足请领诶吼，来世界各地吼，搁来台湾开演唱会，逐家拢烧钱要去吼，买票搁较贵吼，有缘嘛爱去。啊，毋过我普通时我嘛无想讲要去做一个名册歌册，所以讲我本来就毋是即种路数诶。毋过就是心内就会去欣赏，就讲奇怪啊，怎会有诶代志吼，足侪人吼拢会去，拢无想要出名，搁足侪人拢来甲你看吼，拢来甲你关心。啊，有时阵我做遐拍拼，做遐济代志，啊，有缘就是无几个人知影吼。举一个例，若讲伫 YouTube 诶影片，你若讲台语诶吼，无论讲可能讲啊足精彩吼，即个可能嘛是够收集诶，嘛是即个大脑级诶，讲啊足老诶人，爱内底内容足精彩，啊，毋过有缘可能无偌济人去看。所以会感觉讲哪会遐无公平？这是因为吼无看到家己诶价值。虽然我定定伫讲日记诶时阵，拢讲爱看到家己诶价值，毋过伫即个生活中吼，有缘是你都会替互牵去，替互即个社会吼，逐家反应啊，拢替互牵去。想要一寡逐家学乐啊，逐家关心啊，逐家拢来看吼，逐家拢足注目诶吼，拢想要得到安尼诶物件。就亲像伫公司嘛会想讲啊，哪有亲像某物人啊，亲像姊夫啊，做甲安尼足关赞诶吼，拢是阁会使去上节目，逐家拢熟悉。啊，伊熟悉诶人嘛是一寡总经理啊、董事长啊拢是领导拢是带头诶拢是个带头诶。毋过即马想诶就是家己你都爱清楚，就是有诶人可能是安尼角色，毋过毋是讲逐家爱争做带头诶人较有价值。咱即个社会阁有我头壳内底，就是看袂着家己现处时诶价值。加在我会尽量去做，像讲学台语，虽然嘛想讲我讲甲无人好吼，无迄自来，就讲台语诶人搁较好。你讲去学即个拼音啊，学啥物台语吼，其实嘛无像别人反应遐好，记袂牢。其实我嘛有我诶价值，亲像讲我若做一句词，我就真够做，就是讲我写文章方面就是有即种后气。所以讲我无看到家己诶价值，既然家己看袂着，就会去欣赏别人诶价值，则想要去仿别人所以变做讲，生活就做迷失诶拢找无家己诶定位即马就是爱豆豆仔知影像讲我即马做这，虽然可能
无人会去晓伊吼，内底内容嘛足简单诶，毋过这著是我兴趣，是我会当做诶。我认为，对我来讲有价值。你叫我去写论文迄种诶，我著无即个才调，而且嘛毋是我即摆会通好做诶。毋过我甲我一寡物件去整理，随便做起来吼，嘛袂输书顶吼，线顶诶书顶，即嘛有人足侪人伫做，做甲比我搁较好诶，拢较多加。毋过咧，我著是甲我听着诶，有可能即个网络拢超找，拢超找袂着。我阁有配图，我阁有去开钱去买一寡图库吼。其实安尼做我嘛真欢喜吼。为安怎咧？因为即著短短吼，著家己做了，无亲像讲逐工写一篇台语文章，可能我爱写诚久。我即马著带好我诶听道吼，通好讲用听诶吼，有上课读册会广播电台吼，听咧吼，会当用白话字来写。为安怎爱用白话字吼？就是惊有一寡人会讲，哎呀，你哪会甲我讲诶话安尼变做你家己诶吼？可能逐个会变做去计较。若会计较，我若讲用白话字吼，较歹超找，较袂互人变做别人诶目标吼，互人去计较，讲我怎去甲伊诶物件吼，来搁甲伊牵锁搁甲伊用一个书顶诶形式，较毋惊别人讲啦，因为这白话字爱看有嘛，无简单。随便诚济台语人台语足厚诶吼。毋过看转落诶，就是有淡薄仔障碍，嘛袂讲有代志无代志去超找用白话字来超找，所以讲这嘛是诚好诶方式。我相信讲伫未来有需要诶人伊自然会去找，因为即个网络诶世界都是诚公开你著囥伫遐。就亲像讲我写小说其实这嘛是诚公开诶物件，著囥伫网络顶头。若有一工有一个人想要看，伊嘛看会着。毋过我即马是小说，可能就是爱有人看诶几率无悬。毋过这嘛不要紧就是我写了我家己知影我家己享受。书顶即个物件我嘛是就是家己诶手指抱仔，对家己诶程度来讲，嘛较有进步，较有法度进步，而且嘛会做一寡代志，这代志本来家己就想要做，毋过阁还袂去顶动，即马就开始顶动，爱豆豆仔来。嘛毋免去甲人相争，毋免去欣赏别人就是有当时是因为找无家己想要做诶代志，所以变做讲看着别人安尼请呀看着别人逐个学落去互人补就会开始欣赏，就会怨叹讲奇怪，哪会因讲台语讲甲遐好，我哪会就是无法度。有一寡物件就是安尼，这嘛无法度，就是讲即个腔口无法度讲你即马练阁练甲遐厉害。爱有一寡条件，有可能拄仔好即个工课上逐工爱讲，逐工听，就亲像英文即种物件你若讲伫公司逐工拢英文，而且你爱记接一寡讲英文诶人客，这英文无进步嘛无法度即马就无即个环境变做讲我进步，我若讲伫口说进步诶有限，所以讲我会当做诶代志，就变做讲
我定定伫听，因为我诶工课上就是会去用耳孔去听广播啊，听这声音是做利便诶。我就会使甲较好诶词吼，较字典保守诶吼，就甲伊整理理诶。以后就有法度讲伫网络顶悬有缘诶人吼，伊自然会去敲找，伊有需要伊就找着。就变做毋免去想讲爱出一本册一铺册啊，有诶无诶。即种想法可能就是即种理路，就是去想要争做甲别人共款诶路线。有即种想法诶人我即马就是做家己欢喜诶代志，就是欢喜重要。要紧诶毋是讲足侪人足注重，足侪人拢讲哇真好足侪人讲这是我诶需求。即马即个理路爱转换变做讲我做起来就是真欢喜。若讲今仔日有一件代志，逐个讲这拢是我诶需求。毋过你做起来艰苦坐寡，安尼就煞煞去啊。希望安尼会使改变我诶理路，嘛讲莫定定伫真失气，真丧志，真就会想讲哪会安怎练拢讲袂好势因为我即马若是做书店，家己风格的书店，安尼都是文字咱嘛无需要讲口煞要偌厉害，就是安尼。